Connie 啊，想問下咧，bra 係咪有鋼圈緊啲就可以托得靚啲，定型定得好啲㗎？其實呢個係好大嘅誤解嚟嘅，bra 一定唔係着得越緊越好嘅，着太過緊嘅 bra 咧，睇落就好似個胸部好堅挺，但係會帶嚟好多負面影響嘅。長期穿着太過緊嘅 bra 可能會壓迫乳腺，影響血液循環，甚至可能導致乳腺堵塞或者增生。唔啱身嘅 bra 會令胸部脂肪向外遷移，形成副乳或者背部脂肪堆積，反而令胸型變得唔集中。過緊嘅鋼圈或底圍可能壓迫肋骨，長期落嚟可能造成疼痛或者唔舒服。真正可以提供良好承托嘅 bra 應該係貼合身形，要選擇正確嘅袖杯同埋底圍尺寸，先至可以均勻分散重量，避免局部壓迫。bra 應該着到可以攝入1隻手指左右嘅鬆緊度，咁先可以確保血液循環得好，胸部有養分，自然夠飽滿，胸型又靚。我哋仲提供美胸療程服務，同步矯形效果。佢哋太子始創中心護士有1對1嘅專業服務，免費胸部分析，根據客戶嘅胸型同埋需求，幫助佢哋選擇最適合嘅內衣。市面上普遍只係有75A 去到 90E， 但係佢哋由 size 65A 去到 110G 嘅尺碼都齊晒，適合唔同身形同埋年齡層嘅人使用。快啲打嚟預約啦！